眾所周知啦，珠海香洲嘅樓價喐不喐都2萬幾起步噶啦。咁但係佢旁邊有個屋苑咧，地理位置非常之優越，你甚至話佢係地屬珠海都不為過。但係驚喜嘅，佢價錢竟然係香洲嘅1/2。咁首先同大家講翻一個你哋最着重嘅一個跨境交通啦。小區樓下咧就有我哋嘅廣通直通巴士，咁定時定候發車，每日有幾個班次可以直通我哋嘅香港太子啊、荃灣啊、旺角呢啲咁嘅地方嘅。步行幾分鐘時間咧就可以嚟到我哋嘅港珠城軌明珠站，又或者自駕20零分鐘咧就可以嚟到我哋嘅港珠澳大橋口岸啦。咁一路之隔就係珠海啦，可以講話直接可以共享珠海主城區嘅成熟配套。咁10分鐘嘅車程咧就可以嚟到我哋嘅碧樂城啦、山姆會員店啦、華潤萬家呢啲大型嘅超市。咁而且樓下咧亦都有我哋嘅街市啊、新鮮超市，生活配套咧都係一應俱全嘅。咁最後重點同大家講翻一個價格同埋戶型啦。咁成個屋苑嚟講，主力戶型有91方到120方嘅精裝3到4房，咁南北通雙露台，有啲戶型咧甚至仲超100%嘅一個實用率，全屋都係精裝交付俾你嘅。咁單價嚟講都係1萬出頭就可以攞低呢度嘅精裝現樓啦。咁如果對呢個屋苑感興趣嘅朋友咧，可以私信我將詳細嘅資料 send 俾你。